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方國珊。今年年初3.88公頃嘅將軍澳南公園已經全面開放俾公眾使用啦。大草坪同埋兒童遊樂場呢，好受家長同小朋友歡迎，特別係沙池同埋設喺平地嘅彈跳床。而喺鄰近嘅將軍澳南第72區休憩用地呢，即係調景嶺公園，亦有新進展。土拓署呢已經就調景嶺公園呢做咗可行性研究，預計最快2030年呢就可以建成㗎喇。呢個擬議嘅調景嶺公園位於唐賢街兩邊，佔地大約3.8公頃。佢會將動態設施，包括所有球場，全部設置喺公園嘅北，而靜態嘅設施，好似寵物公園啊、健身設施等，就會設置喺南面動靜分區，減低對附近居民嘅影響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園內呢會設有2個羽毛球場暨帕克球場，將會係將軍澳首個公眾嘅帕克球場。就推動新興球類運動呢，包括帕克球呢，我哋都收到市民對於噪音嘅關心，我哋會密切同土拓署跟進點樣改良開放式公園嘅設計，減低影響。而附近將軍澳南公園呢已經有籃球場同埋健身設施，調景嶺公園呢可以再多元化啲。除咗新興球類外呢，我哋建議將原本嘅足球暨手球場改作為多用途嘅球場，俾大家可以打下板球啊、草地滾球啊，以至地壺都得嘅。另外，調景嶺公園中間呢係被唐賢街分隔開嘅，我建議公園兩邊呢都加設翻洗手間，方便大家使用。而寵物公園都可以加翻沖身同埋飲水嘅設備，咁就更加貼心啦。為咗方便居民呢係前往公園，我建議喺合適嘅位置呢係增加上落客處，尤其方便長者同輪椅人士。翠嶺路同埋景嶺路嘅十字路口嗰度呢，亦建議呢係研究增設對角行人過路處嘅。如果大家對調景嶺公園有咩意見或者建議嘅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大家。